嘿嘿，聖經金句句句今日朝一句，好開心啊！老友記早晨啊！阿靚仔牧師啊，食過一檔炒福建蝦仔麵啊，我就試一下嗬。加上燒肉嘅炒蝦麵呢，普通呢冇介過燒肉嘅呢係5蚊一碟，加上燒肉呢竟然係8蚊一碟喎。不過老實話，炒出嚟一口食去嘅炒蝦麵呢，算係唔錯，夠香嘅蝦味。但係啊，加咗燒肉啊，就非常唔搭呢個炒呢個蝦麵啊！你知我意思嘛？我覺得食得好怪啊，怪怪地，好似唔搭咁啊！燒肉同埋炒蝦麵係唔搭，我真係寧願啊，單食呢個燒臘嗰啲燒肉就好啦，因為炒過嘅燒肉皮啊，已經係腍白白噶啦。燒肉最緊要就係食佢個脆脆嘅皮啦嘛，竟然啊多3蚊喎！只係5塊嘅燒肉啊，真係唔抵食，真係唔抵啊！所以同老友記講啊，炒福建蝦麵加燒肉真係好鬼唔搭啊，冇咁食啊！所以食都要食得搭得好犀，要搭都唔得亂咁搭啊！要食咧唔得亂咁搭配㗎，你知唔知啊？炒蝦麵同豬肉係唔啱 key 㗎。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係馬太福音6章34節，因此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，明天自有明天嘅憂慮，一天嘅難處一天擔當就夠了。我哋經常都有讀呢個金句嚇，馬太福音6章34節，因此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，明天自有明天嘅憂慮，一天嘅難處一天擔當就夠了。嗱，一個人憂慮呢，可以咩都可以憂慮嘅，你知我意思嘛？嗱，聽日嘅家務，未做完啊，佢好憂慮啊！下個月啦，呢個癌症報告又開始憂慮啦。明年去日本旅遊又開始憂慮，夠唔夠衫咧？會唔會好凍咧？夠唔夠凍衫啲啊？我頭髮甩咗，又開始憂慮，我係咪有病咧？明天啊，又唔知我煮咩飯，憂慮。個仔同埋個新婦翻嚟食飯啊，我唔知食咩，唔知我煮咩，憂慮，煮咩好咧？你知我意思嘛？我憂慮啊，咩嘢都可以憂慮噶，所以憂慮啊、憂慮啊，係現代人面對嘅情緒病嚟噶。老友記啊，你而家有咩憂慮咧？有咩放唔落？經常咧就慌張咁咧。嗱，最明顯嘅憂慮咧就係你瞓唔着，你瞓唔好。好難瞓嘅夜晚啦！你而家究竟有咩憂慮呢？你而家究竟有咩憂慮呢？老友記，憂慮以後你老咗冇人照顧，你憂慮咩？憂慮以後老咗冇人照顧，你憂慮，我點樣死去呢？我憂慮會唔會有咩病痛？我有冇癌症？我咪會好辛苦呢？老友記啊，老人家憂慮嘅係咩嘢呢？老友記，你應該會好清楚過我㗎。憂慮你唔處理，好容易就變成呢個情緒病㗎啦。問你啦，憂慮可以令你解決問題嗎？係咪？我同你講，你越憂慮呢，其實呢仲更加慘啊！你唔搞唔掂，你甚至更加慘啊！更加的 worse 啊，更加嘅慘。如果問題可以解決，你憂慮啲乜嘢呢？如果解決唔到嘅問題，你又憂慮啲乜嘢呢？因為憂慮根本唔得解決你嘅問題，憂慮根本唔得解決你嘅問題，甚至使到你自己嘅情緒啊低落啊，仲加難解決問題啊！你明白嗎，老友記？所以呢，我好中意一句話，我哋可以彼此提醒，我哋彼此提醒一下啊！憂慮
不會改變你嘅明天，卻係偷咗你嘅今天。我再講多一擺，憂慮不會改變你的明天，卻是偷走咗你嘅今天。憂慮不會改變你的明天，卻是偷走了你的今天啊！明白嗎？原來憂慮係你情緒嘅小偷啊！原來憂慮是你情緒嘅小偷啊，係你今天心情嘅詐騙集團啊，詐騙嘅集團啊！撒旦魔鬼咧最中意就睇到你憂慮，你憂慮就證明啊，我哋嘅上帝係冇鬼用噶，你憂慮就證明你嘅耶穌唔會令你喜樂。我哋都講啦，喜樂的心好似冇咩效果咁咯。如果就係咁咯，就反經文反應許咯。所以最好咧撒旦魔鬼就變你成為呢個咩枯乾嘅靈，就係憂慮咯。憂慮嘅靈使到你嘅健康咧係越嚟越差噶。咁老友記點樣呢？老友記啊，你唔想憂慮嘅情緒偷走你今天嘅話呢，為你自己嚟祈禱，唯有只能祈禱再祈禱，感恩再感恩，祈禱再祈禱，感恩再感恩啊！我哋唔單止信耶穌，仲要信任耶穌，仲要信靠耶穌啊！一切都交託俾耶穌，就唔好再理啦。耶穌一定會幫你搞掂啊，搞掂嘅。就算啊，最後，我哋都係返天家啫嘛，返天堂都係喜樂之事噶嘛。就算死亡都唔會奪去我哋同耶穌嘅關係，因為我是屬於耶穌，係到永遠到底噶。我是天堂嘅子民，係永遠到底噶。你要咁宣告嘛？明白嗎？就算最後我死亡，我都唔使憂慮，因為我是屬於耶穌嘅，我是上帝天父上帝嘅兒女啊！阿們，阿們，要肯定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咯，拜拜啦。